非常之精彩㗎，馬上同大家呈現啦。係，依家就係爭冠軍啊，冠軍之爭嚇嚇。係，可唔可以發揮呢個主場嘅優勢啊？就睇呢一場啦。穩住，高，對對。預備，好啦，佢哋開始啦。非常之重頭嘅一場啊！香港聯御龍齊頭並進啊！係啊，東根有尾50米都係齊頭並進。你睇飛騰以及麻四嘅山力高同埋圓圓龍舟隊嗱，起步階段你唔讓我，讓你死，大家都五展齊發，大家一齊同齊頭並進嘅嚇。呢個時候咧，好難分得出先後嘅，一定係途中帶出嚟。你而家睇邊個先放獎啊？大家都唔放，大家都係頂住個高獎棚去。敢放，主王唔俾放，冇錯啦，放到呢個時候。係啊。睇下邊個嘅呢個時候就係拉你4個㗎啦，體能嘅儲備係好重要嘅喺500米裏邊嗱。大家都而家睇到啦，聯御龍已經係大咗出嚟少少啦，聯御龍大咗出嚟少少啦。係，哇，仲係聯御龍，聯御龍嘅起步啊，已經係領先緊1米啦。而家呢個角度係聯御龍嚇，聯御龍嘅發揮係非常之穩定啊！你睇佢嘅掌下，我哋一直係強調佢嘅掌下同埋佢嘅前傾拉腹。聯御龍呢一次啊，俾我哋好接緊，我哋睇到你睇，基本上都係一字排開㗎啦。賽程過半啊，聯御龍係領先嘅1米嘅距離，過全頭跟住啦。跟住咧，嗱呢一邊去翻2、3、4行5航道嚇，咁咧4、5航道係稍為喺集團裏邊去追翻出嚟嘅。1航道嘅聯御龍已經係拉咗出嚟嚇，已經過半啦，依然係聯御龍嘅一個大速啊嚇！香港聯御龍今次啊非常之強勁啊！加油！嗱，最緊啦，仲有140米，已經係起要啦。香港聯御龍係14已經係帶咗出嚟，142同埋5嘅都非常之激烈啊！1、4、2、3啊！加油啊！聯御龍嘅掌係非常之齊，非常之深，非常之有力量，所以佢嘅反推力係好大㗎嚇。佢係用得上佢嘅腰腹，用得上佢核心嘅力量。你睇到㗎，由呢個畫面睇到245啊，245啦，齊頭並進，2、4、5係已經係帶出嚟㗎啦。領先少少。如果佢保持呢個節奏，應該咧攞個冠軍係冇問題嘅。係又係香港聯御龍啊！呢支真係呢個猛龍過江，真係猛龍過江。1、5就係1、2、4、3，應該係1、5、2、4、3。所以我開始嘅時候估到嚇，1哇！你睇佢幾